呢期拍啲嘢多少同拉里都有啲關係。今日嘅主角 Lava 啊，你冇估錯，唔係呢部，係呢部。雖然1換1嘅計劃咧就已經結束咗㗎，但係大家都知道今時今日電車一定係未來嘅大趨勢嚟嘅，所以大家換車嘅時候啊，其實都務實咗好多，無非係3個字啫，性價比。今日就同大家先探討一下零跑即將引入香港嘅新車 Lava 5，亦即係香港版 B05。當然啦，今日攞到嘅呢一部咧係一部 Ultra 版嘅車型嚟嘅，其實都冇乜太大變化嘅，就係外觀型啲，功率高啲。總體嚟講都係一句價廉但不廉價。首先講講大家最關心嘅性價比啊，呢台車喺內地咧，其實佢定位係一台純電嘅小鋼炮，但如你所見啦，佢係比我哋熟悉嘅 GTI、GR 卡羅拉呢啲咧係大咗一圈嘅。但如果論配置咯，佢就係會高一班嘅，全系標配無邊框車門啦，19寸嘅運動車鈴啦，入到車內14.6英寸嘅 2.5K 大屏，內地版本仲有 8295P 嘅呢個旗艦級芯片添，仲有啲絨面嘅皮啊同埋真皮嘅拼接內飾，用買普通車嘅預算買到咁嘅質感，呢個性價比無論放喺邊啊都算係降維打擊。仲有啲特色小配件可以選裝，你咪話都幾過癮。當然啦，都係後置後驅嘅佈局咧，令到佢個尾箱空間咧其實係細咗少少啊。呢個犧牲我係認為非常之值得嘅。第二點就係零跑一直強調嘅全斬自然。咁究竟咩係全斬自然呢？簡單嚟講就係電池、電機、電控到智能座艙，核心嘅零部件咧全部都係自己研發製造嘅，因為唔使同啲供應商交智商稅，所以先可以做到極致嘅成本控制。嗱，例如佢嘅 CTC 電池底盤一體化技術啦，令續航更加紮實，充電更加快。呢種技術啊，掌握喺自己手入邊嘅踏實感，正係呢啲務實派買家最想見到嘅。OK， 講完靜態之後就講講佢最正嘅動態表現。以前零跑喺香港啊賣緊多數係 SUV， 所以大家未必感受到佢嘅底盤功力。咁但係 Lava 5咧都算係一台純正嘅一個兩廂車型噶啦。底盤咧就係由零跑同埋斯坦蒂斯集團嘅歐洲團隊聯合研發嘅，所以我覺得佢成個車嘅上手其實都幾神奇嘅，係比較好上手嘅。成個油門同埋剎車嘅感覺係恰到好處，哪怕係方向盤嘅助力感覺亦都係非常之成熟。我哋再嚟睇睇個油門嘅一個響應速度點樣先嗱。係基本上冇乜延遲嘅，好舒服嘅。同埋呢台車咧，採用嘅係後置後驅單電機嘅佈局，續航咧最低都講緊有500公里，所以係絕對夠用嘅。而呢個設定嘅最大嘅好處咧，就係轉彎半徑係非常之細嘅。嗱，咩概念咧？頭先我都講過啦，佢比我哋熟悉嘅鋼炮GTI 啊、GR 卡羅拉呢啲，其實係要更加大部嘅。但呢台車佢轉彎半徑係得5.17米，係細過晒佢哋嘅。所以喺香港啲窄路啊、停車場啊，佢都算係非常之好操作嘅。嗱，再嚟講下個底盤質感啊，我特登就揾咗啲爛路同埋啲井蓋去試噶啦，會發現其實佢成個底盤係非常之紮實嘅，尤其過減速帶嘅時候，噗噗兩聲就過晒，完全冇嗰種鬆散嘅雜音，可以好清晰咁感受到呢部車全車嘅剛性係夠足嘅。呢個都係得益於呢個 CTC 電池底盤一體化技術啦。嗱，當然啦，客觀嚟講嗱，畢竟佢嘅自創同埋尺寸就係擺喺度嘅，咁日常佢嘅支撐性當然夠，但係如果你話同傳統意義上嘅啲燃油鋼炮去比咧，始終如果你要劈嘅話，佢就係差咁少少輕巧嗱，所以真係劈起身咧，估計就要就住少少啦。不過你話一出彎啦，話一開油就贏翻人哋9條街啦，咁所以畢竟動力係擺住喺度嘅。普通版啊，後置嘅電驅已經係有160千瓦馬力去到218匹嘅啦，而呢台 Ultra 版啊更加係提升到180千瓦，所以佢嘅0-100又快咗，電門一踩，動力隨傳隨到，哇，完全係可以補足頭先喺彎入邊唔夠嘅速度。哇，講真，呢個價位可以買到咁樣質感、咁樣動力嘅車，真係偷笑啦！OK， 最後總結翻一句啊，零跑喺性價比呢件事咧，其實就唔使多講嘢噶啦。呢台車無論係底盤質感、用料定係動力，同價位其實都好少有對手。你咪話連後驅都好少有啦。所以喺香港地呢啲地方細、山路多嘅地方咧，我認為啊，其實都幾契合香港人用車嘅需求嘅。咁啊，話翻轉頭啦，呢台車即將會喺6月18號嘅香港車展正式亮相。咁呢部大好嘅鋼炮，你準備好未？